我感觉到人不光是活着，而要精彩的活着，这个是不妨你来到世上走一遭。虽然阿拉现在是满级华人，这个中国心是没办法改变的。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生活着许多来自上海的海外华人。这上海人多的地方，粤剧迷自然就多。他们先是组织起粤剧沙龙自娱自乐，后来干脆成立了洛杉矶粤剧团，正式对外公演。搿能是不是好一点啊？比上次啊，假使讲感觉到好，我就做搿只动作。因为侬唱搿个2句辰光，侬就是要注意伊只表情。你不是在调侃他了，对不对？哎，侬要注意伊个反应。哦，搿嘛阿拉继续再排下去哦，这扇子就穿过去了啊，好，继续排下去。收脱啦。啊，搿么我讲好了要等伊头个了，对伐？好，再来一遍啊。啊，妹妹，我是个多久这次他们准备排演一台大戏《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叫王建华，他是粤剧团的发起人，也是粤剧团的团长。随后侬看个地方对伐？要出来点，搿只搿个坐个地方有只噪音个，太后头了。啊？搿能介可以伐？等我回去好叫自家，侬告诉我还要回去练练哦，勿是马上就做勿出来个，好叫要练练。反正再搿能先再接下去哦，搿只反正我回去好叫练哦，搿只就先搿能介。搿只动作因为我上趟稍微做了些够，第一次演出有点修改，㑚看看是勿是搿只比较好一点哦？王建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曾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后来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学英语，毕业后分配到外贸公司当业务员。20年前，王建华带着女儿到美国与丈夫团聚。跟粤剧团所有成员一样，演戏并不是王建华的职业。现在，王建华同合伙人一起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扮演林黛玉的是孙丽燕，孙丽燕是粤剧名家小岳英的弟子，专攻文武花旦。1987年到美国定居。这次为了演林黛玉，孙丽燕特地回了一趟上海，从粤剧名家王文娟那里学得了真传。好妹妹，我非过目神送神看你，好妹妹你千万让我走一遭。我若有心欺负你，好，文章让我滴在池子里，让外头鸟帮我腾去掉。实际上呢，从小啦，确实是特别欢喜粤剧。但我从我条件来讲，我肯定勿是伊拉，伊拉是通过专业训练的，而且名气侪老响的，对伐？我是一个业余的演员。所以呢，伊拉能够来帮我做一些配角的话，本身我就感觉到是一个老高一个境界，我自家蛮感动的。好，太早了。哎，侬人家还没出来了，侬就去拉伊来，伊要等还没知觉了，对不对？搿个戏呢，要从伊个唱腔浪向，侬一直来听伊哦，原来侬是对是对，侬讲啥，侬一来看伊个表情，等到伊只手举起来了，哎，搿么是戳牢伊，就搿能一招，侬不要吼牢伊，侬晓得伊会得点嘛，对伐？对，老吓人，哎。吴其幸当年也到江西农村插过队，后来回上海读大学、读研究生。1989年被选送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吴其幸当了多年的记者，现在在这所州立学院教授中文。古典小说里面是《红楼梦》is the red dream of mansions. This is actually is a novel.
Okay, so that is the classical novels. Okay, in the I think it's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great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So that is the Yue Ju. The Yue opera is adopted from this novel. It's very famous. It's Chinese Shakespeare. Yeah, and the 红楼梦 is I think it's the number one novel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那么 this story 这个《红楼梦》的故事是 about 一个悲剧，男的叫宝玉，宝玉 and with 黛玉 they have 他们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but 但是他的 parents 宝玉的 parents 不喜欢他，那么 他们的 parents like 宝钗，他们认为这个宝钗是一个 very very good wife. Okay. Can you discuss the fact that they're called cousins? 宝钗的 mother 跟宝玉的 mother, they are sister. Yeah, 黛玉 mother. 宝玉的 father Yeah. is 黛玉的 mother, brother and sister. Yeah. Brother and sister. 后来呢，宝玉呢就跟他呢那天是 wedding. Did you see 宝玉 and 宝钗 and 黛玉呢 at that time. Okay. 那么宝玉到哪里去了呢 ？Where are you going to？ 他去做和尚了 ，Yeah。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所以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好，就让你画吧。二爷，你画便画，可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哦。为什么？太太不喜欢。哦，有一天，太太到园中来。见了我就虎着脸，皱着眉头，沓色。晴雯的扮演者是孙丽燕的女儿，叫弗洛拉，今年16岁，是剧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弗洛拉还在念高中，一直保持着全优的成绩，是全校有名的优等学生。够吧？一直帮伊再折磨，我感觉到伊好像味道不够，不来噻。这手要这个地方手要并起来的这个地方。眉间色错了，眼不是所谓的眼睛看前面啊，眼睛正视前面啊。啊，眉眼好像林妹妹，哎，再指出去，林妹妹，指出去，这样。这个弧度出去，这样子出去。来，弗洛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是普通话和上海话都讲得相当流利。孙丽燕要求孩子回到家里就得说汉语，从女儿3岁起就开始教唱粤剧。而这次出演晴雯，弗洛拉也练得非常认真，因为她的同学都觉得造型很酷，约好一起来看演出。回家要练哦，回家要练，像你做功课一样那么认真。通过搿次活动闲话，拿搿些小人对搿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了解，或者是小人之間互相的大家来互相学习搿个取长补短，我感觉到搿个一只效果倒是出乎我自家意料之外的。我自家当时只是讲让伊拉参与family个活动，然后呢，大家来文化有一点点个迭个了解熏陶，但是没想到伊旁边会有迭个互相的一个督促个作用，搿是我也没想到的。所以搿一次搞了活动以后，伊拉大家侪蛮开心，而且讲下一次侬搞活动，我小朋友一定侪来参加。那个伊感冒喏，感冒咳嗽，哎哟，还有个话，阿拉迭个喏，Rebecca 喏上腔是有感冒是上趟子到胃里向去的伐？吃饭也不要吃啊，那现在好了伐？那好了，那好了哦。阿拉真个老乖个，每趟侪跟了，所以小东哦，真个老好好意思，每趟侬跟阿拉练到这个深耕班一样，伊也跟了阿拉陪了深耕班啊。他也喜欢看了。对不看？现在你会唱不啦？唱一句就给我们听听来，好不好？会跟妈咪一起唱，好不好？哎，他唱几句吧。也是讲通过像搿种排练呢，大家拿这个乡亲啊，大家能够联系起来。因为辣美国有蛮多人在反映，就讲生活很寂寞。像我来讲呢，实际上头来搞越剧前头，我的生活已经很丰富，老忙个。但是我想，因为阿拉上海人有得阿拉上海个特殊个文化，上海人应该也要讲抱成团，也是要有得多点交往。
所以呢，我就讲阿拉通过排节目呢，一眼眼眼大家能够多联系起来。我看啊，我打看看跟我照片里啥个人，啥人我觉着啥眼都选啥人。侬是希来里啊？哎，我还蛮有点想选伊，但是呢，我是选伊，哪能讲法呢？我希望选伊。就是那个克林顿的那个。我自家想。侬自家感觉到，阿拉儿子讲，哎，侬选是因为伊是女的，侬选为啥啦？啊？侬选有啥人？就是因为是女的。就是因为是女的，因为选伊。美国搿历史高头从来没搿女的过嘛，对不对？哎哟，我心里想，哎哟，看到伊上他眼里，哎哟，搿个，想选伊。所以那是讲希拉里的眼泪赢得了很多选票。首先把你的一票就要赢去了，对吧？根本就一记头。希拉里伊个意思呢，就是讲女的，就是讲男人好斗，就是他容易战争，对不对？那战争才造成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好啊。是不是很多原因了，对不对？对。那或者吧，搿么吴建新选啥个吧？选啥人？我也吃不准呀，不过好像最近勿是选情出来讲搿个奥巴马人气老旺咯，讲啥个一些政绩咯啥个，吴建新好像对伊影响老好个，但是伊最终选啥我也勿晓得。好，吴老师。哎，高翰你好。高翰曾在中国教过2年英语。对中国文化相当痴迷。这次演出《红楼梦》，高翰负责把对白和唱词翻译成英语。没有啊，我的心境很小的。哦 ，disgraceful， 价值观念不一样，没法翻译。比方说吧，有人说过一句，他说这个人呢不在乎钱，他用一句土话说，这个人把钱当孙子。对。美国人孙子怎么了？挺好的。老高是北京人，对粤剧了解不多，但是老高的母亲却是个粤剧迷。孝顺的老高就这样喜欢上了这个江南剧种。加上比如说这个比较大的、比较黑暗的、比较 dirty 的这个范围。一个是离开了苍蝇净血肮脏地，撇开了黑夷真邪富贵窝，这个就是很难翻译。到最后这一句了啊，我是翻译不出来。翻译不出来以后呢，我就把它放到网上去了。我说哪个高手能把这《红楼梦》里的这2句给翻译出来？结果那个翻译来翻译去各种各样的都有，后来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翻译，就挑一个自己满意的一个翻译。所以这个地方很难翻译。英文人家就不懂，你怎么跟蚂蚁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分米。而不是蜂蜜蜂我们说蜜蜂。好。这个可能用蜜蜂，因为那个 B 就是用蜜蜂的，蜜蜂因为也有蜂王，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人的脑子里面，蜂蜜是非常 nice 的一个东西。英文也是 honey， 它是一个非常 sweet 的东西。如果你说是蜂蜜，他觉得不肮脏，因为为什么要用蚂蚁？因为蚂蚁是在泥地里。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这个是很肮脏的一个地方，比较脏。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了。自己翻译没有 the right translation， 没有正确的翻译，只有每个人认为更合适的翻译。不要开玩笑啊。因为这2句实际上就是把《红楼梦》的主题给点出来。对。最后，林黛玉有一句唱词：“这治本即来还即去。”那个时候就是表现那个本身的曹雪芹作者本身的浮云富贵、粪土王侯。对，他很清高，他本身的作者很清高，清高就是那种非常那个是 high level， 他觉得自己是处在 high level， 你们都是小人。对。Leaving the disgraced family behind to never return. Disgrace OK, that's better. 这样的话，把他的一种 motion， 把他一种感情，就是他讨厌他的家人，讨厌，非常讨厌。这个也只翻出了这个中文的30%，30%的意思。Yeah. 这几年，洛杉矶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于是每天上下班正好被王建华用来练唱。5岁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带王建华看了一场越剧《红楼梦》，从那天起，他就迷上了越剧。2001年，
丈夫吴其幸代表上海人联谊会邀请粤剧演员钱惠丽到洛杉矶访问演出。钱惠丽回国后，把王建华推荐给了老师徐玉兰。徐玉兰仔细听了王建华的录音磁带，决定收下这个学生。从此，王建华成了徐玉兰的海外弟子。王建华第一次登台演出《红楼梦》折子戏，是在5年前上海人联谊会举行的年度文艺汇演。当时，鼓励王建华登台的就是联谊会的会长刘冰。刘冰是道道地地的老上海，老家就在城隍庙3牌楼一带。那么有一个把房叫周金坊，3把楼3个把头，里向一个周金坊。哦，对。就你刚刚拆脱，我把这一看，我伤心了6眼泪了。我要拍照一看，光个大个这个么子拉烤，哎呀。对。侬呢，辣辣在洛杉矶呢也有名个，一直是支持这个阿拉流氓。阿拉没通过啥个这个其他的资助，侪是靠侬啊、陆强啊、朱老板啊，大家一道来资助，侪是自家冒出钞票来做的。搞文化事业侪要亏本个。我看侬个中英文这个英文翻了还不错哎。另外因为这个蛮难搿种中国的文学物事啊，要做成功英文啊，实在蛮难个。对。不过像侬搿趟有中英文搿只字幕打出来，勿是光是孩子了，中国人去，外国人，拉要推拨外国人，这个是真正的目的。对个。那还有一个问题，侬讲小林本身是讲可以是就是讲碰了管音乐个，阿拉迭个伴奏是多少要重要啊？勿好脱板一眼眼个，脱一眼眼板就麻烦了。那现在小林临时讲，就是伊拉老公打电话来讲伊流产了没办法，所以伊第一桩事体快点就打电话过来讲，老公就打电话讲，哎哟，阿拉恐怕小林搿桩事体勿好做了。葛末我心里向来想，大概唯一现在有人个只有苏三郎，其他没啥人可以顶上去了。伊还比较熟悉点，对伐？但辰光老少了，脱骨只有10天辰光，只有排2次了，所以蛮紧张个。还要到屋里向多做功课咯，多放啊。哦，拿阿拉上一次演出个带子拨了伊，叫伊去看。一直放，随后侬搿音乐再放辣旁边，每场戏演出请，啥辰光开始，啥辰光结束，请他。搿只要自家多做功课。让自家多做功课是吧？这对个。不过苏珊娜是蛮好，苏珊娜讲，还有得其他人伐？伊老紧张哎。搿哟，搿个只是老关键哦，勿要吓死哦，勿来三。我讲苏珊娜，侬勿上没人了，哪能办呢？只有侬了，哪能办呢？要是侪差不多动员起来了。离演出还有9天，萧艺华白天在家里连续听了9个小时的《红楼梦》伴奏音乐。今晚的排练是他第一次与演员合练。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听啊你听，凡怕那牙关不是不知道，我亲自张张结结来张扬。
毕竟是第一次合练，肖一华心里没底，有些手忙脚乱。而演员们一从场上下来，就帮着他熟悉伴奏音乐，在剧本上一一做好标记。肖一华很快就适应了场上演员的节奏。哎，经理，哪个是你姐姐的车啊？你妈妈。哪个车打开？打开了。可以过去。剧团的排练场地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尽管是免费的，但也不可能无限使用。过些天这里要举行活动，剧团只能全体出动搬道具，另觅排练场地。那么现在就是说，因为现在没办法，我们没有这个大车，没有大车。那把那个有什么其他办法？那个，因为我想把它先弄到桥道去，好，然后咱们那要送到你们家去那个是吧？这棵树是他家院子的一棵活的树，但因为我们要演那个《红楼梦》，必须要有一个桃树，我们没地方去找，所以他就把它砍下来，然后栽在一个地方，然后上面用桃花。自己用桃花做的剪的那个布的桃花点缀出来的，所以这棵树是活的，所以我想着让他就去那个，就这棵桃树，你看。My tree, my poor tree， 谁的树啊？谁心疼啊？还是要扛回去。一点，我们就是我们。也是要直接爬到棚上去啊。You guys can suffer with us. Come on. Go to your house? No.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Xiaoye with them? It'll just take like an hour, and they're going to Xiaoye. No, I can't. Wait, the Xiaoye is in Alhambra, right? It's Alhambra. Yeah. No, Eric. No, James. It's okay. Let's go, Eric. You really need to go home. We'll go home. 你让他回家。好 ，OK. It's okay. 走吧。 Make sure you do homework when you get home. Yeah, homework. Yeah. Or you could clean the toilet. I could drive. Just kidding. 送他回去，他要做功课去，是吧？啊。王建华的儿子今年16岁，已经考出了驾驶执照，但王建华总觉得儿子还小，让他现在开车上路总有些担忧，因此一直没有给他买车。有了驾照，却还得搭别人的车，小伙子心里一直感到不痛快。阿拉是全家出动，是阿拉儿子、囡，还有囡个男朋友，侪到来。Yeah. Then again, I'm a seasoned actor, while you are amateurs. Well, I don't act different. Am I acting different? I don't know. But it's like, I don't know, it's just kind of like... 其实，在小伙子的内心，已经认定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在亚凯蒂亚高中里，吴振博是个全优的学习尖子，还是学校的篮球队长。吴振博人缘极好，连老师都把他当成朋友，会相当认真地跟他探讨人生的话题。正因如此，吴振博对母亲的严格要求一直心怀抵触。吴振是8岁那年跟王建华到美国的，现在已经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考出了律师执照。可是吴振却喜欢娱乐业，并不想马上当律师。这次演出《红楼梦》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一开始我带阿拉儿子一讲，我讲你要帮我去拉大幕，伊讲勿来三，我功课老多个，我讲搿勿来三。屋里向一家门要做事体个辰光，就一个 family 一个行动，是全家的活动，勿可以侬因为读书只是侬生活个一方面，勿可以。侬要，因为我本心是希望通过伊拉搿能介呢，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就像我自家，哪能会得欢喜越剧？就是因为从小有亲戚带我去看。假使讲没人带我去看，我可能就勿会得欢喜越剧。所以小人呢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我首先带阿拉儿子讲，你要帮忙去拉大幕，侬要去帮忙做事体。咁么后头来，伊也只好叫 OK。搿阿拉囡恩呢，我对伊讲，我讲阿拉现在缺少一个英文个保姆个，侬要帮我去当英文保姆个。阿拉囡恩倒蛮爽快 ，OK， 可以个。好，现在开始，㑚勿要讲中文，辣辣屋里向讲中文，好伐？好 ，OK， 好。屋里向讲中文，搿个物事上头个规矩。规矩。是。最好要讲上海闲话。吃了会得夜里困勿着觉伐？困得老对个。那个稍微一点，因为伊勿是原来派，勿是派迭个学堂个，所以讲，但是呢，我觉得蛮有意思。又是侬啥地方去淘得来个？就是啊，我是辣辣美国人个迭个，㑚晓得个美国人个啥市场？跳蚤市场。英文叫啥？Flea market。那晓得为啥叫跳蚤市场伐？因为东西很旧，所以会有跳蚤在上面。是这个原因啊？是啊。是这样的。是呀。是呀。搿么侬想为啥是叫跳蚤呢？侬晓得跳蚤市场，老早爸爸㑚先刚刚到美国来，侬记得伐？我正小辰光，爸爸叫人家带回来的搿个鞋子从跳蚤市场买来的，那个时候一个样子还蛮新式的，但是呢穿了几天就坏脱了。带到中国啊？记得伐？讲了难为情。我最早部脚踏车9块钿买来，就是跳蚤市场，18年前头，我就骑了搿部脚踏车去打工，去赚钞票养活自家，搿个侬还蛮洋气个。现在侬现在就是讲是最近迭个是驾驶执照考出来了，对伐？16岁个驾驶执照可以拿到了。侬现在想要汽车？你们今朝夜到伊自家开车子伐？